今日係2015年嘅7月1號，香港再淪陷嘅第18年，我第一次係自己錄音。今日呢，我就唔打算講啲乜嘢97之後嘅其他事情啦，我淨係提一提大家舊調重提啦，就提一提大家 Cash is King 同埋儲糧咁 Cash is King 嚟講，我過去都講咗好多次，都強調咗好多次，係揸現金啊，唔係擺戶口啊你戶口可能放翻2-3萬喺裏邊做一啲係交嗰啲咩電費啊、交雜費啊，或者係交其他費用 OK， 但係主要大部分嘅錢即係我建議係90%嘅現金啦嘅錢啦，就係攞翻嚟做現金咁揸咩貨幣？如果你錢多嘅，咪一半美金一半港紙咯錢唔夠多嘅，港紙都唔區嘅，少少美金啦。關於嗰個存款保障啦，電視即係電視廣告我睇 Cable TV 嘅佢耐不耐咧，就一個禮拜總有幾次咧，就喺度賣廣告，就叫大家將錢擺銀行，因為有50萬存款保障我好懷疑佢呢番說話，因為咧喺97前嘅香港政府咧，個存款保障咧係由香港政府負責嘅，真係庫房嘅錢攞去保障大家但係而家呢個所謂97之後，而家呢個咧佢就取巧啦，就成立咗一個叫存款保障委員會。呢個唔係香港政府嘅一個 department 嚟㗎，唔係一個部門，亦都唔屬於金管局，佢係純粹一個委員會嚟啫，一個 committee 嚟嘅啫。佢裏邊冇錢㗎，到時真係可以放幾多落去保障間銀行咧，落去銀行嗰度，即係放落間銀行嗰處保障大家嘅戶口咧，真係冇人知，因為香港政府係唔需要將個外匯儲備啦，因為唔喐得嘅，外匯儲備唔喐得添，又唔可以將嗰個賣地收益嘅嗰啲土地嗰啲錢咧調過去又唔得，簡單啲講，佢冇權動用香港庫房嘅錢，香港政府庫房嘅錢，佢冇權動用，金管局走去炒股票炒外匯嘅錢又唔關佢事，所以佢真係調到幾多錢咧？口聲就話50萬咁係戶口，但係我係好懷疑佢係調唔到係冇咁多錢落去嘅。到時會可能同埋佢可以隨時改口話過去話50萬啫，跟住話佢網頁改咗得翻10萬啦，你唔知咩你冇睇過咩佢隨時會咁樣用呢啲嗱喳招所以我都係建議大家即係90%嘅錢就即係變做現金如果你喺屋企，其實屋企係最安全嘅，但係啦，又擔心啲屋企人自己去買一個夾萬咯，小夾萬咯，喺書局買個小夾萬好平啫，100零蚊一個裏邊可以裝好多錢㗎啦已經個夾萬仔好得意㗎，裝好多錢㗎啦都裝到係就10萬8萬都裝到10幾20萬。好啦，講完 Cash is King， 我就再同大家講分享下嗰個叫做咩儲糧。我見到大家過去嘅日子就係哇好多罐頭有啲人就係有啲人將自己屋企個儲物櫃放滿晒，又午餐肉，又餅乾，又腸仔，總之就正啦但唔好忘記嗰啲全部係 expiry day 嘅，通常都係1至2年期。我自己啦，我講講我自己儲糧嘅方法啦。其實我罐頭唔多嘅，我儲罐頭唔多嘅，啲咩啲事物味茄汁焗豆咩三花牌午餐肉真係唔多得嗰3幾罐㗎咋我唔多噶。反而公仔麵都唔多我係儲乜嘢為主咧我就有好多，我就有我個冰格啦，我個冰雪櫃嘅冰格啦，有成2斤嘅臘腸2斤嘅潤腸，同埋一啲我都唔知有冇2斤定1斤嘅臘肉同埋鹹魚有幾嚿嘅有成4-5嚿鹹魚嘅，包用啲真空袋包住保鮮袋包住再放密實袋放喺雪櫃裏邊，仲要放冰格添。咁就留意翻啦，
呢啲臘味咧就好襟擺嘅，閒閒地擺幾年都仲得嘅，擺4-5年。我最高紀錄係試過擺10幾年嘅。我以前喺我以前一個舊屋嗰度，哇！咁我裏邊仲有鮑魚添啊，10幾年擺咗10幾年嘅嚇。咁啊喺冰格，因為冰住佢咧，就所以又唔需要擔心，唔需要驚佢嗰啲乜嘢即係發霉啊嗰啲嘢唔使驚。我都係咁食嘅啫。咁所以就係同埋我細個亦都係即係都叫捱過啦咁嚇。一小嚿鹹魚，即係講真係即係一小嚿鹹魚，一加啲豉油，我就一碗飯㗎啦。咁啊，再唔係咪每人分3粒嗰啲臘腸啊？大概1 cm 厚啦。咁就係每人分3粒。啲兄弟姊妹就係咁樣，就係咁，我哋就咁長大㗎啦。咁所以呢啲日子我記得嘅。儲糧儲呢啲真係可以食好耐。咁如果大家話即係要方便即食嘅，咁當然係餅乾啦。呢個走唔甩㗎啦。咁餅乾，咁我以前我哋用啲即係鐵罐咁密封去擺住嘅，咁又擺好耐嘅可以。咁大家亦都可以參考下。咁即係買啲餅乾翻嚟，揾個鐵罐封咗去，咁擺好耐嘅，你唔使，總之唔好俾佢有空氣入到去得㗎啦。如果係啲上咗年紀嘅同我差唔多嘅，仲應該記得嗰啲咩克力架，嗰啲克力架餅乾啦擺好耐嘅咁個鐵罐又好襟擺。如果克力架餅乾閒閒地擺2年就係咁解啦。密封佢密封嘅，即係一封咗口就得㗎啦。咁儲糧我又講完啦。又因為今日假期啦，咁我又第一次錄音。其實即係我又冇咩特別準備，咁我就仲記得即係應該上2個禮拜啦，我咪應承過大家去問會社特別係 NASA 嘅老朋友關於月球 inside of the moon 月球內部，Dark Side of the Moon 留翻去拍戲啦，因為套戲仲有啲戲未拍完㗎，我知道我知仲有啲戲荷里活仲有啲戲拍緊 Dark Side of the Moon 嘅。咁我而家講深入啲啦 ，Inside of the Moon。講翻呢個資料咧，老朋友嗰方面咧，佢俾我嘅料唔多，同埋亦都講到明咧，即係同我講得好清楚，係高度機密。佢俾得我所知嘅就只係好少嘅啫，佢只可以話俾我知，月球內部係一個基地，喺佢裏邊空間好大，裏邊佢有好多空間，裏邊有好多飛碟，有好多飛碟留意唔係飛機嘅，我就問過佢，見唔見到拉士以前納粹啲人係嘛？裏邊嗰啲人，裏面外星人有同人相似嘅人，有同人類外表好相似嘅，佢只可以咁樣講。咁係咪以前納粹嗰啲人咧？嗰啲人咧，佢話呢個你自己即係你無限去即係要我無限咁樣去猜想啦，因為你自己發揮你嗰個想像力啦。因為佢真係唔講得咁係咪金髮係咪銀色頭髮咧？佢都唔講得，只可以話裏邊嘅外星人外星文明、外星種族有同人類好相似嘅樣貌嘅外星人，佢咁講，即係嘅人嘅物種，佢冇話人，佢冇話外星人，同人類好相似嘅物種喺裏邊，空間好大，有好多飛碟就咁多。咁我就問過佢，咁係咪坐隻咁嘅 TR-3B 嗰啲飛上去？嗰啲即係新一代嘅反磁場引擎嘅飛機飛上去？佢話係佢話係好簡單啫，佢唔係射火箭啊。佢話因為如果射火箭去月球都要7日㗎，1個禮拜嘅，嗰啲飛去月球好快啫大家估下幾耐？唔使1日就到㗎啦，大概1日左右啦，應該冇話唔使1日，大概1日左右就到㗎啦，好快嘅。咁我哋傾啲乜，同埋就係點解要去嗰度再傾其中嘅原因就係同即係會社重返月球係有關係嘅，就係咁多。我只可以講就係咁多啦。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有啲咩嘢諗到啲咩嘢唔清楚你問我，我都係
我都係咁上下答覆你，都係所知有限，佢都唔講得俾我知其他嘢，因為真係好機密。不過Inside the Moon咧就料子唔多，不過留意翻啦。呢排咪佢哋好 focus on 火星嘅，又話火星揾到個咁嘅金字塔嘅，其實嗰啲唔係咩新聞嚟嘅。火星影到金字塔就晨早好耐嘅事，好多年10幾年前嘅事。喺火星上邊嘅軌道上邊影到影到火星上邊有啲叫城市嘅建築啊，即係成個城市嘅建築群啊，都有噶啦。大家仲記得以前好耐之前影到個火星有個人面噶嘛，後尾就話啦，就話唔係嗰座山嗰啲影嘅啫，光影效果嚟嘅啫咁樣。咁樣講到而家佢哋都話，光影效果嚟嘅啫，嗰個唔係人面嚟嘅。不過咁喺嗰個光影效果附近有幾座金字塔我仲係講緊好鬼死大嘅同埋就係其中一組金字塔個排列嘅模式同地球埃及嗰個係一模一樣嘅，都係3個大金字塔，即係2個大，一個小咁樣啦但係火星嗰個就係3個都係大嘅，係啊，又係排列方法同排列個 pattern 同獵戶座嗰個腰帶好相似嘅，點解釋咧？跟住喺佢附近又揾到個類似獅身人面像嘅物，一個石，即係影到呢個石建築群，呢個石建築又咁啱嘅咁倒模倒出嚟嘅咩咁呢啲所以點解NASA 咧係咁多年嚟咧都係要即係主力派人去火星，即係主力去開發火星。反正月球以前即係都唔俾佢上去咯，佢咪去火星咯，就係咁啫嘛。咁都冇何啫，佢去火星又遠啲，加埋現在佢新一代嘅引擎個離子即係佢係個咩離子噴射引擎係用即係磁力噴射嘅電係用個磁力噴射嘅離子引擎。去火星就話可以縮短到40日，但係最新消息係可以縮短到2個禮拜。如果真係夠用的話，即係佢開盡個 engine 係開到2個禮拜嘅。咁即係話地球去火星個距離咧，由以前要半年時間咧，就縮短到話40日。不過然 Turbo Mode 咧就可以再縮短到2個禮拜。大家可以幾開心，大概15-16日左右啦。就去咗火星噶啦。喺火星嗰度。有啲乜嘢可以做啊？啲可唔可以種植啊？咁留意翻啦，即係遲下有一套火星電影嘅，佢個 trailer 都將個 hidden message 都播出嚟噶啦，大家明就明啦，如果唔明咪睇戲咯，享受下套戲先咯，火星暫時講住咁多，今日因為第一次錄音啦，我唔知效果如何希望大家俾啲意見我啦，俾啲意見睇我點樣去 improve 啦，唔該晒你啦，拜拜。